早起呢吃了便饭，菜难点吧。妈妈xử理的，10只地胖2.5，再来30只大就好。啊，饭店的要好好。我对呀，问对了，哦哟，真家好那个人。比仙女发现门开进的巨人了。你放心，我等你点菜价廉物美，不差到50块啊。你就在松枝居民分店呢，来帮我算算。翻意思的呀，培训工资3天多，现在价位是蛮凄凉的。我们都是苦命人。来吧，入口即化啊！我刚刚吃了一口，光是运得来嘛，体力的，随便哪一块吃一吃，不还说对个吃的运子的。哎，这也是啥来比赛？猪腩子也4块子哎呦，我不吃不吃哎，你让我点哪个菜吧？哎，这我把30点的，你这个不米玲珑啊哈，今晚我看不出啊。哎，我对呢，刮目相看啊，晓得。哎呦，你这水晶拿来对着，激动呀，真个叫好吧？也鱼肉也鱼，结果你不你来，你送来份请我吃过，不可能啊3分请我吃过，不是军中棒嘞，哎呀，啊不才至于哎，觉得要问吃了过一根，哦，不能讲的，才被你讲了好弄。哎呦，难得不得了，比谁还能？哎呦，哎，你对哪大个啦？但看那不错啊哈，细声细气的，一吃奶子，一吃血。啊，我的天，这吃米，胶原蛋白。哪有买？怎么买？你就喜欢他只能干啦？哎，就在米奶上漂亮嘛，配网也配来，真的呢，你他不上人看。自我欣赏呀。一口谁是发火吃完？我当时来等待我出去，要回来。要回来没你一样的我。最半年要回。200句的句，你讲啥？你到了外地后，你搞个领2做不到一个员工。哦，这没帮我上班。优良传统，节约活跃的。我最近拍子本你身子看。今年不浪费，那一个就把荤鲜菜出来。奶子我不说的会谈，大嘴去补补奶。那一本吃下去，你明年得诺贝尔奖。哦，诺贝尔气候奖。